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克萊蒙斯2014年10月5日，警方喺克萊蒙斯諾布山大道2749號嘅一棟房子執行咗搜查令。當警察嚟到呢棟房子時，睇到咗難以置信嘅場景：垃圾遍佈，糞便同尿液滲入地板，到處都係腐爛嘅動物遺骸，以及裝有動物屍體嘅籠子。牆壁上有乾涸嘅血氧物質，前門上有一啲骷髏同埋交叉骨頭嘅圖片，以及邪惡將戰勝一切嘅字樣。更加可怕嘅係，房子裏面到處都能夠睇到撒旦嘅符號同埋標誌，俾人嘅第一印象就係魔鬼崇拜者之家。好明顯，呢個係一個狂熱嘅撒旦信徒之家。呢座房子屬於一位名叫新西殘嘅女子，但係居住喺呢嘅係佢嘅仔帕祖祖以及帕祖祖嘅未婚妻安布爾。帕祖祖係一位狂熱嘅撒旦信徒，佢嘅全身都紋滿咗類似撒旦嘅圖案，睇起上嚟毛骨悚然。佢將牙齒鏟成尖尖嘅，把舌頭分成兩半，割傷自己嘅細佬弟，飲血、吸食大量毒品等等。好快，工作人員喺後院嘅顯墳中發現咗2具埋藏嘅人類骸骨。警方隨即逮捕咗帕祖祖同佢嘅未婚妻安帕爾。10月13號被發現咗2具人類遺骸被確認咗，分別係32歲嘅維茨勒同31歲嘅湯米。兩人均於2009年失蹤，屍檢顯示每個人都係頭部中彈。後來嘅逮捕令顯示，35歲嘅帕祖祖同當時24歲嘅安布爾均被指控犯有1項謀殺罪，同1項謀殺後重犯罪。究竟發生咗乜嘢？點解有2人嘅屍體被埋喺帕祖祖屋企裏？需要透露嘅係，帕祖祖嘅故事絕對不亞於一部恐怖電影。我哋一齊走進今日嘅帕祖祖謀殺案。大家好，歡迎返嚟命案追光組，我係 QQ。喺影片開始之前俾個 like 支持先。帕祖祖嘅全名係帕祖祖阿爾加拉德，佢嘅原名係約翰盧森。1978年8月12號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嘅一個普通美國家庭，父親名叫蒂莫西，母親係西西亞。佢嘅父母喺1971年結婚，喺舊金山度過2年之後，1980年帕祖祖同父母一齊搬到北卡羅來納州，進入咗當地嘅小學。但進入2年級後，祖祖生活中嘅問題開始增多。因為學業跟唔上，以及父母之間嘅矛盾，佢被迫喺2年級留級咗。父母嘅爭吵同不和將進一步導致佢嘅教義同個人生活出現問題。1990年，亦就係喺帕祖祖12歲時，父母分居咗，佢嘅父親搬返加利福尼亞州，留低帕祖祖同佢嘅母親繼續生活喺北卡羅來納州。不久之後，母親新西亞同一個名叫拉里嘅男人再婚。帕祖祖同佢嘅母親新西亞仲有繼父一齊搬進咗北卡羅來納州克萊門斯諾布山大道上嘅一所房子。喺呢個年齡搬家之後，帕祖祖嘅生活變得更加困難。更加不幸嘅係，10幾歲嘅時候，帕祖祖患有2種精神疾病：廣場恐懼症同精神分裂症。佢嘅母親想盡辦法俾佢得到良好嘅治療，甚至諮詢咗精神科醫生。然而，母親負擔唔起太多嘅治療費用，仔嘅精神狀況惡化嘅好快。呢2種疾病對童年時期嘅帕祖祖產生咗長期嘅影響。佢嘅母親喺後來接受採訪時話：佢唔係天使，但亦都唔係壞人，亦都唔係妖怪。13歲嘅時候，佢開始大量飲酒，有時每日飲12罐啤酒，仲使用唔同嘅藥物。隨住年齡嘅增長，帕祖祖對呢啲嘢上癮啦，已經成為佢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帕祖祖嘅性格亦變得孤獨，生活中經常能夠體會到遺棄同背叛嘅感覺。不久之後，佢從離家不遠嘅西弗賽斯高中退學。退學之後，佢亦冇揾工作，而係捲入咗買賣毒品嘅行業。佢開始變得暴力，並習慣於傷害周圍嘅動物。母親新西亞係第一個感受到嘅。當佢哋住喺克萊蒙斯嘅時候，佢嘅母親注意到咗暴力嘅最初跡象。有一次，個仔帕祖祖試圖從後面用手臂勒住佢嘅脖子，母親係個仔使用暴力嘅第一個受害者，佢仲因呢一行為被定罪，但因仲係青少年怕，足足被判咗12個月緩刑。佢仲受到撒旦招嘅影響，佢曾經吹噓自己有神奇嘅力量可以控制天氣。帕祖祖住喺一棟普通人根本無法想象嘅房子裏，
裏面堆滿咗垃圾、動物屍體、空酒樽，到處都畫住撒旦嘅標誌同符號。佢嘅全身包括面上都有紋身，咁俾佢睇起嚟好可怕。好少有人注意到佢身上嘅呢啲紋身隱藏住撒旦含義。鄰居仲多次注意到佢屋企傳嚟奇怪嘅氣味啊！因為受到撒旦教嘅影響，佢一直喺度尋找一個合適嘅名，以便人們能夠記住嘅。佢以前嘅名叫約翰盧森。2002年，佢把名改成咗帕祖祖阿爾加拉德，呢個係電影嘅魔人中惡魔嘅名。呢個名喺阿拉伯語中嘅意思係蝗蟲之王，非常符合佢嘅撒旦信仰。喺呢度，我哋需要科普一下撒旦。撒旦教之以撒旦為信仰中心嘅教派有二。撒旦自中世紀以嚟就係邪惡嘅化身，因此此教派爭議頗大。撒旦教喺好多國家係公認嘅邪教。撒旦信徒需要通過某種儀式將自己獻俾撒旦。撒旦教徒對人嘅靈魂而言非常危險。佢嘅入教儀式通常喺撒旦教嘅克尼撒中完成，係正式嘅將自己嘅靈魂出賣俾魔鬼。俾魔鬼所做嘅奉獻儀式，確保咗呢人嘅靈魂喺地上就屬於地獄，並且喺死後將屬於永恆嘅地獄。呢個係一種極為危險嘅奉獻儀式。撒旦教徒係孩童失蹤案件嘅主要因素之一。根據1990年全美孩童失蹤綁架案件研究報告，每年有200到300個綁架案件，以及43到147個兇殺案件與撒旦教嘅宗教虐待相關，其中有一半係青少年。比如2013年，美國加州嘅一名撒旦教信徒莫伊塞斯，因為喺撒旦教一式中謀殺並肢解自己嘅親生母親，用於獻祭，佢最終被法庭判處入獄25年。我哋繼續返到案件中。2002年晚些時候，母親辛西康同佢嘅繼父離婚咗，繼父將搬出去，辛西康同帕祖祖母子生活喺一齊。帕祖祖已經係一個陷入困境嘅年輕人，但從而家開始，除咗佢嘅多重焦慮之外，帕祖祖仲被診斷出患有精神分裂症同埋嚴重抑鬱症，佢需要服用多種藥物。帕祖祖仲打算將自己排斥喺社會之外，佢用更多紋身遮住咗自己嘅面，並把牙齒挫成咗尖尖嘅。佢會話俾人知佢成日獻祭動物。據一位精神科醫生話，驚足足每年沖涼嘅次數唔超過1次，而且已經好多年冇刷牙啦。佢聲稱個人衛生會剝奪身體抵禦感染疾病嘅能力，亦即係唔沖涼更健康。佢嘅撒旦儀式亦喺每個月嘅滿月時達到新嘅高度。母親會去當地嘅寵物店俾佢買一隻活兔子，佢會將兔仔送俾帕祖祖，然後帕祖祖會將兔仔帶去祭祀呢個儀式，會俾佢帶嚟一種前所未有嘅快感。喺佢嘅生活中，冇乜嘢比佢更重要啦。佢嘅行為喺克萊蒙斯嘅居民中成為另類，因為該鎮盛行基督教。但係帕祖族雖然唔俾大部分人接受，但係卻對嗰啲感覺自己被社會排斥嘅人有好大嘅吸引力。喺某種程度上係對一啲放蕩不朽嘅人嘅鼓舞。帕祖族嘅一位前朋友安德森話，佢有一種扭曲嘅魅力，呢種魅力當然唔會吸引所有人，但某啲人會被呢一點深深吸引，亦就係嗰啲格格不入嘅被遺棄嘅人，生活喺邊緣或想要生活喺邊緣嘅人。事實上，帕祖祖亦都有吸引女性嘅方法。安布爾同馬特洛克就係佢已知嘅2個女朋友，兩人經常幫襯佢屋企。帕祖祖位於諾布山大道嘅家成為嗰啲被遺棄者同埋格格不入嘅人嘅聚集地，佢哋想嚟就嚟，想住幾耐就住幾耐。家裏嘅活動包括自殘同埋鳥者、獻祭兔子、吸食大量毒品以及舉辦狂歡。佢經常邀請年輕女性住喺佢屋企。事實上，安布爾同馬特洛克就係咁樣成為佢女朋友嘅。佢哋3個人過住吸毒同多角戀嘅生活。隨住時間嘅推移，佢哋嘅生活方式進一步陷入放縱同瘋狂。塔族族嘅母親西西亞把自己限制喺自己嘅臥室同埋浴室裏邊，以便俾呢啲人可以喺整個房子裏邊自由活動。佢哋將房掟嘅亂七八糟，地板上到處都係垃圾同糞便，牆上同門上都開始出現撒旦標記。前門有一個貼紙，上面寫住唔歡迎警察，下面嘅標牌嘲笑任何知識法律嘅人。另一個貼紙話，邪惡將戰勝一切。佢哋每日都過住吸毒酗酒嘅生活。呢棟房子被呢啲墮落嘅人認為係一個冇法律同規則嘅地方，你喺入邊做任何事都唔會產生後果。
喺呢啲聚會上，帕祖祖飲嘅酩酊大醉，經常會詳細講述佢謀殺他人嘅故事，甚至聲稱佢殺死咗幾個妓女，仲食咗佢哋身上嘅一啲肉。不過，帕祖祖嘅朋友們從來冇認真對待佢嘅呢啲說話，朋友都認為佢只係飲醉咗講嘅一啲醉話。2006年，位於北卡羅來納州北部嘅弗吉尼亞州，維斯勒同佢嘅妻子史黛基一齊買咗一個小農場，開始從事馬匹康復同訓練嘅生意。呢對年輕夫婦好中意動物，而且仲有一啲飼養馬匹嘅經驗，所以最終佢哋選擇呢個行業。不久之後，史黛西懷孕咗，呢樣讓維茨勒非常高興，生活都有咗盼頭。但隨後喺2007年中期，金融危機開始咗，美國各地嘅公司開始倒閉，呢導致嘅結果係維茨勒同史黛西嘅企業喺2008年失去咗佢哋一直渴望嘅貸款。呢一對夫婦喺資金上出咗問題，飼養馬匹嘅業務被迫關閉。隨住企業嘅倒閉，夫妻兩個嘅關係最終亦崩潰咗。佢哋決定暫時分開史黛西，搬到另一個農場去做一啲工作。與此同時，維斯勒搬進咗一架小拖車。喺經過一段時間嘅掙扎同找唔到工作嘅情況下，維斯勒轉而開始賣毒品。呢個係一個糟糕嘅選擇，可能當時嘅維斯勒太缺錢啦。嗰年晚些時候，警方根據匿名舉報搜查咗佢嘅拖車，結果佢被判犯有毒品罪。依家佢更難找到工作啦。呢個實際上讓維斯勒陷進咗一個充滿罪惡同貧困嘅世界，但維斯勒依然試圖對生活保持積極態度，因為此時佢冇工作，婚姻亦都遇到麻煩，但佢仍然有一個孩子，並且與史黛西保持住良好嘅關係，兩人甚至考慮重燃舊情。就喺呢種情況下，時間嚟到2009年7月，警方發現佢嘅車輛被遺棄喺停車場，要係插喺點火開，關上車窗，搖下車門，冇完全關閉。從嗰日起，維茨勒就冇同史黛西或者佢嘅任何朋友聯繫咗。當時史黛西認為維茨勒壓力太大，可能自願選擇暫時性消失，因此維茨勒並冇被報告失蹤，警察亦都冇努力去尋找佢。3個月後，一位名叫湯米嘅男子計劃喺10月13號到佢嘅住處同埋佢嘅兄弟拉斯蒂會面。湯米31歲，佢嘅兄弟拉斯蒂30歲。嗰日，拉斯蒂放工之後訂咗披薩，準備同湯米見面之後共進晚餐。當拉斯蒂喺下晝6點左右到達佢嘅公寓嘅時候，並冇見到湯米，呢個有啲唔尋常。湯米係一個準時嘅人。拉斯蒂開始俾湯米發短信、打電話。隨住時間嘅推移，披薩亦都慢慢變爛咗，但係湯米冇接聽電話，亦都冇回覆短信。喺度過一個令人擔憂嘅夜晚之後，湯米依然冇回覆佢嘅任何消息。事實上，喺嗰之後，湯米就再亦聯繫唔上啦，就好似維茨勒一樣。湯米亦都失蹤咗，返到帕祖祖嘅屋企，經過幾年嘅吸毒聚會，情況變得更加糟糕。而家佢屋企幾乎睇唔到地板啦。據報道，屋企嘅氣味係好多訪客經歷過嘅最難聞嘅氣味。帕祖祖開始用自己嘅血喺牆上面畫畫，佢經常喺自己屋企嘅地氈上面小便。佢用電動模具將牙齒搓成尖角，佢嘅舌頭像蛇咁樣從中間分成兩半。雖然係自殘，但係嚴格意義上講，佢並唔係犯罪。佢依然喺胡言亂語嘅講述嘅殺害無家可歸者同妓女嘅故事。但更邪惡嘅係，佢開始聲稱佢屋企嘅地下室裏有一具屍體。佢向嗰個人開咗6槍，並將屍體藏喺地下室。地下室仲有漂白劑。呢啲話被一位名叫塔琳娜嘅訪客朋友聽到咗，佢印象深刻。喺睇到帕祖祖嘅幾名家人攞住狂子表現可疑之後，佢決定通知警方。2009年8月3號嘅呢一日，塔琳娜喺當地公園遇見咗一名警探，並講俾佢聽帕祖祖喺佢屋企嘅後院埋咗一具屍體。為咗證實呢一講法，警方詢問咗帕祖祖係咪屬實，佢哋係咪可以去佢嘅後院查看一下。因為冇搜查令，帕祖祖拒絕咗，警方亦都冇進行進一步嘅調查。9月24號，警方收到咗一條匿名舉報，內容幾乎同塔琳娜向警方描述嘅完全相同，但遺憾嘅係，警方依然冇採取任何行動。塔琳娜對呢種情況感到不安，最終帶住秘密錄音機返到帕祖祖家。喺錄音嘅時候，佢收到咗帕祖祖同佢嘅幾個朋友嘅口頭承認，亦即係帕祖祖卻係殺咗人，但似乎乜嘢都改變唔到。直到2010年2月，
維茨納分居嘅妻子史黛西喺聽到有關維茨納死亡嘅謠言之後，向警方報案。此時，警方終於對帕祖祖嘅財產執行咗搜查令，但仍然冇任何進展。後院冇發現任何人類遺骸嘅蹤跡。儘管執法部門喺2年左右嘅時間裏邊多次造訪，帕祖祖同佢嘅2年未婚妻並冇低調落嚟，佢哋依然每日狂歡、祭祀同吸毒。相反，事情會變得更加糟糕。2010年5月，帕祖祖叉住佢母親新西亞嘅簿子，母親對佢提出咗指控，但最終又放棄咗指控個仔。事實上，佢嘅女友安布爾亦都襲擊咗新西薩，但安布爾冇因其行為而受到指控或定罪。新西薩可能害怕佢嘅仔同佢嘅宗教信仰。2010年6月7日，當時一名名叫約瑟夫嘅年輕人被發現死喺亞特金河沿岸，後腦燒中彈。警方最終將佢嘅死亡與帕祖祖嘅一位朋友尼古拉斯聯繫起嚟。據稱，帕祖祖同呢起案件無關，但係佢盡力掩蓋呢一案件。帕祖祖被指控向調查人員隱瞞信息，並允許謀殺嫌疑人留喺佢嘅屋企。最終，尼古拉斯被控過失殺人罪，而帕祖祖被判處5年嘅緩刑。時間嚟到2014年，帕祖祖嘅運氣耗盡咗。10月嘅一個深夜，喺佢屋企嘅一次聚會上，帕祖祖請求佢嘅一位老朋友馬特幫助佢喺聚會上謀殺一個人。馬特委婉嘅拒絕咗呢個提議，而係謹慎嘅話俾目標趕快離開嗰度。第二日，馬特就去咗警察局，向警方冒明咗自己嘅擔憂。馬特實際上係一名退伍軍人，警察似乎詳細嘅聽取咗馬特嘅意見同擔憂。正係根據呢個消息，警方決定對帕祖祖嘅財產進行第2次搜查令。與第一次唔同嘅係，2014年10月5日，當局喺帕祖祖嘅房子執行搜查令嘅時候，帕祖祖同佢嘅母親以及女朋友都暫時離開咗房子。當警察從前門進入嗰陣，仿佛呢個係通往另一個世界嘅大門。污穢嘅惡臭立即襲嚟，牆壁同天花板上散落住各種塗鴉，撒旦符號隨處可見。房子裏面都係死嘅同活嘅烏蠅動物同人類，糞便遍地都係，甚至可以睇到地板上嘅糞便結塊。喺地氈上有超過15隻貓、幾隻狗、多條蛇，呢啲都係帕祖祖用嚟祭祀嘅家具，被破壞嘅面目全非。到咗戶外嘅院子，呢度發現咗一個覆蓋住氯氣同貓砂嘅區域，類似於帕祖祖曾經喺飲嘅爛醉時分享嘅故事。警察最終發現院子地面不平坦，警方開始喺後院進行挖掘，想弄清楚入邊究竟埋住啲乜嘢。不一會，警方最擔心嘅事情終於得到證實，佢哋挖出咗2個男人嘅屍體。2014年10月5日，35歲嘅帕祖祖同佢嘅女友24歲嘅安布爾喺帕祖祖後院發現滿有2名男子嘅骸骨之後，雙雙被捕。法醫小組需要好長時間先至能夠弄清楚屍體究竟係邊個。總之，2014年10月13號，屍檢報告確認呢2個人係維茨納同湯米。佢哋2人已經失蹤咗5年，其實一直都被埋喺呢度，而且所有匿名向警方舉報嘅謠言都係正確嘅。隨住時間嘅推移，有關死亡嘅細節將會浮出水面。維茨納被殺嘅動機從未被查明。帕祖祖最終開槍射中咗佢嘅頭部，然後佢戴住維茨納嘅血腥頭巾作為戰利品。3個月後，女友安布爾從加油站接走咗湯米。湯米嚟到帕祖祖家，飲咗幾樽啤酒，坐喺沙發上嘅時候，安布爾用點22口徑步槍朝佢嘅後腦勺開咗一槍。維斯納同湯米都被埋喺咗後院。據稱，帕祖祖於2009年7月殺死咗維茨納。女友安布爾幫助埋葬咗佢嘅屍體。安布爾2009年10月殺害咗湯米，帕祖祖則協助埋葬咗湯米。其實帕祖祖同安布爾被捕之後冇幾耐，帕祖祖嘅另一位女友28歲嘅馬特洛克亦都被指控同一名被發現屍體嘅人嘅死亡有關。馬特洛克被懷疑協助埋葬咗維斯納屍體。被發現之後，帕祖祖同女友安布均被指控犯有1謀殺罪同埋1項謀殺之後重犯罪。據了解，喺呢2起謀殺案發生期間，帕祖祖嘅母親新西亞實際上就喺該房子裏，並且母親意識到發生咗咩事，甚至出嚟睇到帕祖祖企喺湯米嘅屍體旁，但佢冇向警方報告呢2起事件，而係又翻自己嘅房間。盡管如此，母親西西亞並冇受到任何指控。遺憾嘅係，
喺審判開始之前，柏祖祖結束咗自己嘅生命。2015年10月28號凌晨，柏祖祖被發現死於北卡羅來納州羅利中央監獄嘅牢房內，死亡被判定為自殺。佢嘅左臂被嚴重割傷，失血過多而死。究竟係用乜嘢割傷手臂嘅，依然唔清楚。呢個將讓安布爾獨自面對陪審團。喺意識到情況嘅嚴重性之後，2017年3月9號，安布爾承認犯有2級謀殺、持械搶劫同事後重犯謀殺罪。法官判處佢至少30年8個月，最高39年零2個月嘅監禁。如今佢已經入獄多年，預計將會喺2045年獲釋。塔族組嘅另一位女友馬特洛克於2017年6月5日承認犯有事後共謀2級謀殺罪，佢被判處至少3年零2個月，最高4年零10個月嘅監禁。從呢起案件中可以睇到，案件嘅靈魂人物係柏祖祖。好多人都相信係柏祖祖嘅撒旦信仰造成咗呢啲悲劇，但係有啲人則唔敢認為，佢哋唔相信係柏祖祖嘅撒旦信仰導致咗呢啲謀殺。柏祖祖從細就有非常嚴重嘅心理健康問題，而佢嘅屋企人冇足夠嘅錢嚟俾佢治療，然後佢喺社區被排斥。事實上，有一群呢種被社區排斥嘅窮人，佢哋走到咗一齊，社會缺乏對呢類人嘅關心同幫助。喺呢種情況下，再次警示心理健康嘅重要性。柏祖祖喺臨床上面係一個精神病患者，佢係一個需要監督心理健康治療嘅人，但佢從未被完全治療同正確指導。呢啲嚴重嘅精神疾病使佢嘅思想陷入困境，最終沉迷於撒旦。出現危險信號時，佢嘅母親卻視而不見，甚至助長咗佢嘅呢啲問題。佢嘅母親話，之所以俾個仔買活動物祭祀，係驚如果唔滿足嘅仔會自殺。當佢早早遇到咗安布爾同馬特洛克之後，情況變得更加令人作嘔。呢兩個女人最終成為咗佢嘅精神妻子，亦係佢嘅謀殺同謀。安布爾唔單止係佢嘅同居伴侶，而且係佢匿名孩子嘅母親。其實從2000年代初開始，柏祖祖嘅情況每況一下變得危險。佢嘅朋友同社區忽略咗呢啲危險信號，最終導致咗2名無辜者嘅死亡。事實上，警方亦都有好多失職之處，收到過好多唔同來源嘅舉報，幾人都被警方完美忽視咗。其實柏祖祖好可能仲參與咗其他嘅謀殺案，因為喺佢醉酒同吸毒嘅時候，向佢嘅朋友佢係講述咗一啲其他嘅謀殺案件。只係佢而家已經死咗，所有嘅疑惑都會埋進土裏面。佢早早居住嘅屋於2015年已被拆除。一位現住房官員認為喺房屋已唔適合人類居住。如今喺谷歌地圖上可以睇到屋就只係一塊空草地。